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吹号角。今天是圣餐主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下头，预备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亲自为我们透过圣餐和我们立下新约，借着你的受难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与上帝和好，得着上帝的恩典，并使我们蒙应许，得以在你的复活中得着新造的生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恳求主在每一次的圣餐里，我们与主一同坐席的时候，提醒我们再一次思想圣餐的意义，再次光照我们的心灵。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们以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同翻开心灵粮诗选第14首《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唱3遍。第1遍，请诗班带领我们一起唱；第2、第3遍，我们大家一起。圣哉，圣哉，圣哉，万军耶和华。圣哉，圣哉，圣哉，万军耶和华。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
妹，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同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现在我们来起印今天的经文，大家可以看投影片，由思会来起，会众来印。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合。今天的起印文在诗篇22篇25到31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不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4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这是我们共同的祷告，大家可以参阅周报第3页。我们为中亚国家叙利亚祷告，愿基督信仰能够进入当地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也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教会小港卫理堂与林大圣牧师祷告，为了教会奉献能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的人民。我们为台湾的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同时，我们也要为台湾的水情告急，旱象冲击了民生、观光及产业的发展。我们恳求上帝可以格外施恩，使水情可以恢复平稳。按着你的话，你的赐福就能使台湾降下足够的雨水。以上我们衷心恳求，求主垂听。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贺兆鼎弟兄恭读今天的经课。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经课的第一处在《使徒行传》8章26到40节，新约圣经138页，《使徒行传》第8章26到40节，新约圣经138页。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迦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伊索皮亚的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皮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利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利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开撒利亚。经课的第二处，在约翰一书4章7到21节，新约圣经266页。约翰一书4章7到21节，新约圣经266页。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上帝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了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上帝儿子的，上帝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上帝里面。上帝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我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以上是今日的经课。
现在由思慧读经，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现在请诗班献诗。今日献诗的曲目是《耶稣永存的主》。
今日由本堂牧师伟文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这是命令”。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讲台跟大家一起见面。我们今天的诗歌跟我们的主题相当的契合，感谢主，我们没有跟诗班套过招，也没有说要诗班唱哪一些诗歌，但是感谢上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同一的，是一体的。在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也这样提到说，信徒的相通，所以不用特别去强调什么，或者是特别去说些什么，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彼此交通，能够彼此分享，能够彼此能够了解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透过诗歌的敬拜，透过我们的讲道，透过我们彼此的交通，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诗歌敬拜，透过我们的祷告祈求，透过我们所听到上帝的话，透过我们彼此的交通团契，让爱存留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每时刻我们来做礼拜做敬拜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来敬拜，是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的合一的敬拜。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献上感谢和赞美的祭。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当真啊！不然这个有一点这个敏感，因为这个跟那个空难有关系。好，有一天这个有一架国际航空的这个飞机遇到了空难，然后不得已要迫降在这个海面上。那各位知道，如果按照正常程序的话，迫降在海面上的话，这个客机上一定要降下那个叫做升降梯要下去，然后要有这个等待救生艇，然后每个人都要穿上救生衣，要滑下去，然后在海面上等待救援。但是呢，所有在飞机上的这些人，没有人敢跳下去。这个时候，这个空中小姐很着急了，她就问机长说怎么办？这些人他们都不愿意下去，这样是对他们是危险的，因为飞机会往下沉的。然后机长就问说这里面有哪些人？然后这个空中小姐说这里面有德国人，有日本人，有美国人，有法国人，有台湾人。然后这个机长就说，如果是德国人的话，你就告诉他这是命令，叫他跳下去；如果是日本人的话，你就告诉他这是合乎程序的，叫他跳下去；如果是法国人，你要告诉他这是浪漫的事情，请他跳下去；如果是美国人的话，就告诉他跳下去是自由的，跳下去吧。然后如果是台湾人呢，就要告诉他这是全程免费的。上帝帮助我们，其实台湾人很喜欢免费的东西，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很多东西其实免费不一定是便宜的才是免费，有时候便宜的东西可能好像是免费的，但是事实上很多东西是无价的。免费的不一定是最便宜的，免费的往往是最无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下个礼拜马上要过母亲节，各位知道，如果是以一个厨师来说，一年365天，你必须要每一天要准备3餐的话，恐怕你要花的钱是很多的。有时候我跟我们家师母，我们如果不煮饭的时候，我们可能去自助餐买便当，知道现在一个便当其实是很贵的，最少要80-90块钱才能够吃得到一个便当。我不晓得，我数学并不好了哈，但是如果你可以想见，一餐如果算80块的话，如果一天有3餐，然后一年365天的话，这样的一个花费要多少钱？但是你在家里面的时候，吃到妈妈所做的菜，吃到太太所做的菜，吃到这些你的家人为你所预备的，家人没有跟你要任何的钱，当然爸爸必须要付钱了，因为爸爸要养家，这是必须要付钱的。但是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如果你是小朋友，妈妈做这些的饭菜没有跟你要任何的1毛钱。亲爱的弟兄姐妹，免费的不一定是便宜的，免费的恐怕才是最贵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珍惜别人所给我们的很多的帮助跟恩典。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照着这个祷文，让我们能够专注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
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年当中有2个重要的节日是纪念家里面很重要的人，一个是妈妈，一个是爸爸。所以我们5月份的时候，在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庆祝母亲节，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庆祝父亲节。所以我们期待教会里面的讲题，或是我们的讲台，或是我们的内容，能够在5月份跟8月份的时候，我们尽量把它集中在针对家庭的部分。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位，或是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体，因为如果没有家庭的话，对人的影响跟这样的一个建立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特别在现代的时代里面，要建立一个好的家庭，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已经更不容易了。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基督徒怎么样在家庭当中，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的信仰，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让他们看到照着基督的话去行，照着上帝的话去行的这样的家庭是蒙福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先从自己的家庭来开始。但是我们讲到在家庭的教育，或是我们讲到在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其实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是不是拿着上帝的话去指责别人，而是要先对付自己。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最近的新闻的一个判准哈。那法院判准他们是离婚的。那为什么？因为这个太太长期引用圣经的经文，然后去训斥她的老公啊。只要是提到这个她的老公的事情，她一定用圣经的话去骂她的先生。所以后来这个先生因为长期的受到这样的精神上的一个，千万不要觉得只有拳头才是暴力啊，有时候讲话的一个伤害对人也是一个暴力的。好，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长期的这样的精神状况，所以导致他的精神状况不好，以至于后来他们法院判准了离婚。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我照着上帝的话，去行，我把上帝的话放在家里面。可是事实上，我们常常那个话不是用来对付自己，我们常常是用来对付别人。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一个事情是，我曾经跟我们的一些卫理公会的牧师到韩国去看那个就是访韩盛会，我们去这个韩国的教会去看别人的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聚会礼拜，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各位知道，每一个人都在帮对方看，知道吗？好，我们这些牧师们去的时候都在看什么？看人家的会友，听得懂意思吗？看人家的会友，你看做礼拜的时候多敬虔，都没有迟到，早上就一大早就来了，得晨祷，哇，多好！我们都在看别人，然后如果是弟兄姐妹看的话，就是看什么？看人家的牧师，人家的牧师多厉害，对不对？人家的牧师多敬虔，从早上5点到晚上10点都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都在帮别人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去帮别人看，而是要看我们自己。上帝的话不是要训斥别人的，而是要训斥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没有按照上帝的话去做去行，而不是造成别人的负担跟别人的压力。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说给别人做的，而不是我们自己愿意这样去行。上帝帮助我们，特别期待弟兄姐妹，我们要引用圣经没有错，但是千万不要把圣经拿来做攻击别人的工具。特别牧师也常常在提醒自己，我不希望讲台会变成一个炮台，让弟兄姐妹觉得好像每次来做礼拜都是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平常在这个工作的时间就已经被老板骂过一番了，然后回来到礼拜天的时候还要再被牧师骂一次。我希望不是这样，期待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是能够真正的进入神的里面，能够享受与上帝一起美好的相处的时间，与主同在的时间是何等美好的时候。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所以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里面有特别深的一个用意。为什么会定这个叫做这是命令这个题目？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主的命令，我们都很清楚跟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命令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是上帝的命令。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大使命。
耶稣传递给弟兄姐妹，传递给他的门徒说，这个叫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好，耶稣也常常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也是一个命令。所以意思就是说，当圣经里面提到要这个字的时候，它都是命令。但是有一个命令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耶稣说什么呀？他说你们要常在我的里面。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做常在主里面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爱上帝啊，我们爱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但是什么叫做真实的住在主的里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会让大家看到什么样叫做住在主里面，那我们怎么住在主的里面。当然这个经文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同样的这样的经文，但是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不是要去告诉大家说要怎么去种植葡萄，或是要教大家怎么去收成葡萄，不是的，因为我们不是农夫，我们也不是农业专家，我们不是来收葡萄的，我们是要来收什么？我们是要来收生命的果子，在上帝的里面，要从我们里面能够活出那个果子的生命出来。因为上帝来帮助我们。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注意到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但是我们不太注意那个栽培的人。圣经上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在早上第一堂讲到的时候，台语圣经里面这个栽培的人，他讲的是看园的人。看园的意思是什么？他是看着这个园子，他是来固守这个园子，他需要照顾这个园子。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到在做农夫的，或是在农地做工作的人，他们要常常做一件事情是，太阳大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出去，要去做除草，要去做这个抓虫，要去做很多很多要看顾这个园子的事情。他不是只是在旁边看着，他要能够知道天气的变化，水少了的时候他需要浇水，然后如果雨太大的时候他要怎么去填土，或是他要怎么样去松土，他要怎么样去这个做这些的耕种的事情，他要怎么样去这个除草，他要怎么样去做这些，他需要花时间在那个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花时间在我们身上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上帝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上帝有没有知道我的状况，上帝是不是了解我的现在的处境。我们的每时每刻，上帝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上帝的眼目都在看着我们的状态，上帝的眼目都在看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事情，是有一个父亲他这样说，我的孩子刚开始会跑的时候，他一直到处乱跑，但是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他，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时刻上帝没有看不见，或是上帝没有忽略我们，上帝的眼目时常看见我们，上帝创造我们，他了解我们，并且他深爱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我们在困境跟患难的当中，他仍然顾念我们。我们会说，有时候我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上帝在哪里？可是在困境的当中，上帝与我们一同在困境的里面。然后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枝子指的不是只有一枝的枝子，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些的枝子。所以耶稣的有一个网路，这个网路是宇宙性的，它不是只有个别的，不是只有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而是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也有这样的一个枝子的关系跟连结。我们不是只有自己一根枝子好就好，而是我们需要看到我们是一体的。虽然我们是不同的枝子，但是我们是一体的。昨天我跟师母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很喜欢跟我们家太太一起晚上的时候一起看电影。有时候看一些电影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有一些的启示。我们昨天看了一部电影，虽然它是一个有点恐怖的电影，它是因为也是跟病毒的传染有关系的。可是当病毒传染的时候，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当传染的人或是感染的人，他们在痛苦的时候，有时候医生必须要做一些的处置，就是他必须要切除，或者是要去除掉某一些的部分，以至于不要让这样的一个病毒，或是让这样的一个东西会去蔓延，以至于害了整体的部分。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处理掉身上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健康的活着。所以上帝透过我们有时候需要被剪除，有时候需要被除掉一些，或是清理一些东西，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枝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彼此之间也要成为这样的帮助。有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已经在这样的情境里，或是在不好的状态的当中，我们需要提出提醒，甚至需要去帮助他。我曾经看过葡萄树的这个种植的时候，有一些葡萄，各位如果看过葡萄树，枝子是像藤蔓一样，它是沿着成长的。但是有些时候，如果它不是挂在那个架子上面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垂到地上。垂到地上的时候，如果长期受到雨水的浸泡，或是跟土地接触的时候，有可能那个枝子是会烂掉的。如果没有切掉的话，如果没有把它拿起来，有时候可能会影响整棵的树都会破坏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你的弟兄姐妹，你的身边的人，他有这些需要的时候，他正在那样的困境里面的时候，你是一直放着让他烂，还是你要能够帮助他，让他能够被抬起来，以至于他能够被放在对的位置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连结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好就好。卫理公会里面特别强调圣洁，弟兄姐妹，我们讲的圣洁不是指个人的圣洁。我们常常以为的圣洁是什么？我们以为的圣洁就是自扫自己的门前雪，然后不顾他人的瓦上霜，我自己好就好了，我不要顾别人的。真正的圣洁不是个人的，真正的圣洁是社会性的。你的圣洁能不能够影响别人？你的圣洁生活能不能够让别人得益处、得帮助？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自己好不是真正的好，能够去影响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变好，那个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有时候除去我们一些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它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第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经文第2节，一起念这一节经文，一起念来。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这里面前面提到的，他就剪去，就是刚刚讲的意思，不是真的把它剪掉，或者是叫做丢掉它。这些的果子如果不能够，这些的枝子如果不能结果子的，通常栽培的人要做一些的处理，比如说除掉它的一些杂质的地方，或是除掉一些烂掉的部分，但是为的是要让它能够重新再能够恢复它的生命力。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剪去。那个剪去不是只有指把它剪掉，而是要剪去它那些会让它生病的，会让它腐烂的，会让它有一些状况的这个部分需要去处理掉的。所以有时候上帝透过一些的方式剪除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问题，剪除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难处。那个剪除其实有时候是很痛苦的，甚至结果子的，他说他也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常常用夸饰法来讲有关怎么样去剪除的事情。如果各位看到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曾经讲到一个比喻，如果你的眼睛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挖出来，然后丢掉，宁可失去一只眼睛，不要让全身都掉在地狱的里面。耶稣常常用夸饰法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除去那个罪恶，就好像那样的严重，就好像你要挖掉你的眼睛，你要砍掉你的手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以前我们比较早期有所谓的大学联考，或是有高中的联考。那我记得以前我最喜欢收集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连载的漫画，以前有这个香港的那个连载漫画，那个如来神掌啊，或是这个什么中华英雄之类的东西。好，那讲的时候大概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年代。你知道那个连载的漫画真的是会让你爱不释手。你每次看书的时候都会觉得
伸手一伸，然后就拿到一本漫画，然后就一直看那个漫画，就一直看下去，你就觉得哇，那是一个人生非常好的享受。可是当你要去考联考的时候，你必须要舍弃了。你要舍弃的时候，我记得我把我的那个漫画书捆起来，丢到阁楼上面去的时候，然后那个痛苦是丢上去了，我不能够伸手去抓它的时候，那种痛苦跟难受是很难过的。可是你知道，人总是胜不过那个引诱跟诱惑的。所以后来看书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已经很累了，我一定要再去楼上去挖那个书出来。可是我知道这个不行的，如果你这样放在你还是可以取得到的地方，永远没有办法停止的。所以最后必须要忍痛把它丢到这个旧书摊，或是丢到那个回收的地方去，才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可是你知道那个丢过去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你的手被剪断，好像你的眼睛被挖掉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哪些东西会捆绑你，以至于让你不能够自由？好像那个你失去的时候，好像会觉得哇，那个东西太严重了，我好像有很痛苦的感觉。那个也许往往才是我们最需要去除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夸口的是我们的学历，有时候我们可能夸口的是我们的财力，或是我们的能力，但是往往上帝有时候会把这一些都帮我们除去。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我们的学历不足以去能够帮助我们来完成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的财力也许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完成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完成这些事情，而且这些东西搞不好都是要拿走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这个人他过去是一个在很好的地方受教育，而且他的身份地位是很高的，他拥有极大的权柄，这个人叫做摩西。摩西从0岁到40岁的时候被养在王宫里面，他受到最好的教育，他有最高的权柄，他除了在法老以下就是他，在他的手上他有极大的权柄，他有很多很多的能力。可是上帝也同样花了40年的时间，让他在旷野忘掉他所有的一切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力不足以让我们能够去完成上帝的工作，有时候上帝反而是要减掉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成为基督徒不意味着我们不会再失败，而是我们每次失败的时候，主耶稣都不松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给自己有一个压力，就是好像我当基督徒我不应该失败，我不应该有这些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像垂下来的枝子一样，有时候会碰到地上，有时候会有一些的状况让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我们都需要主给我们怜悯，有再一次的机会。特别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的扶持跟帮助，以至于我们能够再重新回到架子上，不会再泡在地上或是泡在水里，以至于就坏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可能会失败，但是主耶稣是不松手的，他没有任何一次放弃我们，他仍然给我们都有再一次的机会。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什么都不行。上帝有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新再开始。当然基督徒不是马上就变化成为成圣的样式，很多人以为说哇，基督徒马上就成圣了，并不是这样。我们需要在每一天的经历过程当中，越来越成为像基督的样式。很多时候我们恐怕没有办法一触可及，有时候有一些习惯，有一些的状况是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去进步跟成长，以至于达到那样的状态里。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姐妹，她从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到她现在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她能够准时